前就係拉你側邊嗰條 hip flexor， 係啦，向前，個 hip 對正啊。向後抬後腳，勾腳，腳踭喺凳或者喺地下，拉 hamstring 後方成條，移前，吸，呼，向後 hamstring 吸，呼，移前，吸，呼，向後，再嚟吸，呼，移前。吸，呼，向後，個 hip 唔好歪下，腳趾唔好歪下，成個人對正前方，係啦。你向前嘅時候，後腳踭係離地嘅，感覺伸展你呢一個 hip 大髀入邊啊，嗰條盆腔底3條側邊其中嗰2條啦。好，我哋做多5次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上嚟吸氣，拉長身體，舉高手。好，呼氣少少後彎。再上返嚟吸，